呢一次過去嗰40日呢個美國伊朗嘅戰爭咧，喺好多人咧，好多世界嘅人咧，都係有唔同嘅意見嘅咁樣。咁或者講得籠統一啲咧，即係好多個國家咧，好多個領袖咧，無論宗教領袖聯合國或者係中國俄國歐盟即係好多嘅國家咧，都係唔同意嘅，即係唔同意話美國咧係發動呢個戰爭嘅咁樣。咁好多都冇參與啦，甚至係喺呢個戰爭之前話同美國咧好友好嘅啊，即係好支持嘅。咁譬如日本咁都冇幫手啦。咁總之個結果咧就係淨係得美國去繼續呢個40日嘅戰爭。咁咧就最有代表性嘅一個抨擊咧，就應該係一個最大嘅宗教領袖啦，即係天主教嘅教宗啦，即係喺復活節嘅時候咧，就講話咧發動戰爭嘅人咧，如果係用耶穌基督個名去祈禱咧，係冇用嘅，因為滿手鮮血啦，係上帝係唔會聽嘅，耶穌係唔會聽嘅咁樣。咁全世界都聽到佢嘅即係講話啦。咁亦都相信都冇乜其他解釋噶啦，都係批評即係美國點解要發動呢個戰爭咧，而且仲咁高調去祈禱，即係有好多嘅發動呢個戰爭嘅嗰一方面嘅人去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咁咧係一方面就話係褻瀆啦，另外一方面係耶穌係唔會聽嘅，因為你哋滿手鮮血咁樣去批評，咁樣。咁我記得即係喺呢個戰爭部長，即係美國嘅軍事部長戰爭部長係開始呢個戰爭嘅時候咧，都係好公開、好清楚嘅，即係話禱告，佢日日都要禱告，亦都呼籲國民咧，即係用謙卑嘅心咧，跪喺天父上帝面前咧，耶穌面前禱告，希望係天父上帝咧係保護軍隊軍人保護佢哋嘅生命咁。咁當然有喺呢個過程裏邊有13個犧牲啦，即係咁。但係我今日諗翻起嘅咧就係戲劇性啦，即係喺呢個教宗咧、教皇咧，即係天主教嘅最高領袖咧，發表咗呢個言論啦，即係喺復活節之前啦，即係話滿手鮮血發動戰爭咧，上帝係唔會聽嘅。咁當然係，如果係冷靜持平咁坐落嚟去聽佢呢番說話咧，就覺得係有啲即係唔係全面嘅事實啦。因為即係滿手鮮血，係咪美國咧？係咪美國係無差別嘅去襲擊殺死好多平民咧？咁似乎又唔係喎，佢係攻打嗰啲即係軍事設施啫，同埋係精準嘅去攻打，盡量避免係殺死即係無辜嘅人。咁倒翻轉，在此之前咧，即係伊朗好多嘅人民啦，
你話有幾多，我哋唔知道。咁啊，起碼一般嚟講啊，一半支持，一半反對。但係有好多人民係上街示威啊。咁啊，絕大部分嘅即係國家咧都接受咧佢即係伊朗政府咧係有處決或者殺死咗好多嘅示威嘅人。咁啊，經過咗幾個禮拜嘅評估啊、消息啊，就好可能咧高達係45000人嘅。咁就算你唔信呢個準確數字咧，都可以睇到伊朗政府咧，亦都係公開嘅處決、民調吊死一啲係示威嘅人士。咁個罪行咧，佢哋伊朗政府講咧，就係攻擊上帝、攻擊神啊，即係向上帝發動戰爭。所以咧就係死罪。咁啊，被問掉嘅就係包括一個青年人嘅摔角好手、摔角冠軍嚟嘅。有資格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嘅，同埋佢幾個朋友咁所以究竟係你話隻手滿手鮮血，比較係伊朗多啲啊，以色列多啲啊，定係美國多啲咧？咁啊，伊朗一喺戰爭之中咧，都係會發射好多個飛彈去以色列同埋鄰國噶噃。咁而且證據顯示佢哋唔係定點轟炸噶噃，佢哋係無差別咁轟炸噶噃，係嘛？咁若果即係以色列學伊朗咁樣，我哋呼召所有人民咧企出嚟，睇下你敢唔敢炸我哋？咁佢就照炸噶啦，因為佢根本都唔係定點轟炸，佢根本伊朗向飛彈過嚟就係無差別咁樣轟炸嘅。咁當然啦，即係以色列因為愛護人民啦，咁就係有防空系統啦，亦都有即係響晒警報，叫人民係避難啦咁樣啊。咁無論如何，咁呢個教宗咧就講咗呢一番嘅批評言論啦。咁天父上帝有冇回答咧？若果係佢講得啱，天父上帝就會回答話係啊，滿手鮮血嘅國家，即使係奉我個名禱告咧，我都係唔會聽佢嘅咁樣。咁天父點樣回答咧？天父有天父嘅辦法。我哋信嘅係一個全能嘅真神，即係人嘅口點樣講係冇用嘅。神嘅回答咧係冇人能夠抗拒嘅。神嘅方法咧係冇人能夠模仿嘅。只可以跪喺度承認你係神，你係主，你已經係答咗啦。咁我相信神係答咗嘅。因為就喺復活節啦，即係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咧，就呢一個天主教嘅主教講咗呢番言論啦。但係佢講咗呢番言論之後咧，就進入復活節啦。咁復活節一開始咧，就喺呢個所謂耶穌基督被釘死嗰日咧。咁美國有一架戰機俾人擊落，咁我哋相信係全能上帝令到呢件事發生嘅，絕對唔係話哎呀弊家伙啦，上帝都唔知道添，架戰機俾人擊落，咁唔係天父上帝叫呢樣嘢發生嘅，佢係全能嘅上帝。咁可能有啲人話咁咪係咯，咪就係教宗所講，天父上帝唔會祝福你哋嘅，因為你哋滿手鮮血懲戒你哋一架戰機被擊落咁係咪咁呢？故事未完喎，就喺星期五救主耶穌被釘死嗰日，戰機被擊落。
係嘛？咁救主耶穌被釘死，都係天父上帝嘅意思啦。咁唔通我哋話天父上帝唔聽耶穌嘅禱告咩？唔拯救佢咩？唔係，天父上帝係叫呢樣嘢咁樣發生，等榮耀歸於佢嘅名。而天父上帝可以同人講出佢嘅旨意，係嘛？咁所以被擊落之後咧，我哋而家聽到比較全面嘅報告，有2個軍人就係彈咗出嚟，降咗落去森林嘅地方，山野嘅地方。咁咧喺嗰個機師第一個被得救、被救翻嘅時候咧，咁另外一個嘅空軍咧，佢雖然係未被拯救，但係咧佢話佢相當開心、高興，好感謝天父，因為咧佢知道佢嘅同伴咧係危險嘅，佢係缺乏需要嘅設備嘅，所以佢好開心。佢係首先得到拯救，雖然自己咧係存亡啊，生死存亡都未知道，都係喺上帝嘅手裏邊。但係佢為到佢嘅同伴得救咧，非常嘅開心。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啦。上帝選咗一個好善良嘅人經過呢個災難，就好似上帝選咗救世主耶穌基督經過呢次死而復活嘅災難一樣。咁佢嘅同伴嗰個司機就得救咯噃。咁佢自己咧就要逃走啦，逃避好多人嚟追殺佢啦，捕捉佢啦，就36個鐘頭一路向上走，走七千尺咁樣，亦都係受傷嘅咁樣走。但係發生嘅係咩事咧？喺佢能夠第一時間用一啲特別嘅佢嘅無線電嘅通訊系統去發出佢嘅信息嘅時候，仲未得救，仲未知道最後得唔得救。第一句有晒記錄啦。第一句佢發出信息係俾美國方面接收到嘅咧。第一句咧就係講 God is good， 上帝係好嘅，亦都可以翻譯成咧上帝係善良嘅，神係善嘅，天上嘅神係善良嘅，天上嘅神係好嘅，即係佢做嘅嘢係唔會錯嘅，無論如何佢係良善嘅，係公義嘅。咁呢個咧就係反映好多同事話係啊，佢係一個係好虔誠嘅人嚟嘅，佢係一個信上帝嘅人，佢係一個好好心腸嘅人。但係你話幾奇妙咧？天父上帝就係揀選咗一個咁虔誠嘅人，咁善良嘅人，咁好心地嘅人，係要經過呢一次嘅苦難，好似耶穌一樣，經過受死、受苦，然後最後到復活節嘅早晨咧，就復活啦，得到拯救。咁你話救主耶穌有冇聽美國嘅軍人嘅禱告咧？有冇聽戰爭部長嘅禱告咧？有冇聽好多美國嘅信徒跪喺度為呢次戰爭出生入死嘅軍人禱告咧？係嘛？咁即係天主教嗰個嘅領袖話美國滿手鮮血發動呢個戰爭，神係唔會聽你嘅禱告嘅。咁樣佢講得啱唔啱咧？似乎天上嘅神回答咗，你講得唔啱滿手鮮血嘅唔係佢哋
佢哋係我興起嚟去教訓、管教滿手鮮血嘅政府，殺死自己嘅人民，因為佢哋抗議，因為佢哋係想尋求更多嘅自由，俾佢哋槍殺，俾佢哋民調，喺呢47年發生好多咁樣類似嘅事，滿手鮮血嘅係呢一個嘅政府，呢一個所謂嘅神權政府，係我興起，係我激動美國嘅軍方去做呢一次嘅行動，行動嘅代號係憤怒，可以講係上帝嘅憤怒，叫人可以敬畏神，所以佢哋嘅禱告都係我感動嘅，我保護佢哋，我拯救佢哋，有一啲喺我裏邊，喺我嘅旨意裏邊犧牲，但係有一啲喺我嘅旨意裏邊去得救，成個嘅行動40日嘅行動有好多危險嘅事，但係我保護佢哋，拯救佢哋，使用佢哋，等呢個行動能夠帶嚟世界1000年嘅和平，等人可以有自由嘅，真真正正好似伊朗嘅人民咁樣咧，係得到自由，可以自由去學習，自由去領受，自由去選擇，唔係強迫嘅，你選擇邊個宗教，你點樣去生活，係得到天父上帝嘅恩典，你可以去自由嘅去尋求，但係個底線就係唔好流人嘅血，唔好暴力，唔好恐嚇，到最後你能唔能夠歸順我，尋求到我呢？最後會有一個考驗，1000年之後會有一個考驗。咁似乎一件咁樣嘅事，咁樣嘅發展呢，對於我嚟講，咦，天父上帝親自回答咗好多人嘅疑問，或者好多人嘅控訴。究竟呢次嘅行動係咪美國嘅軍方、美國總統滿手鮮血呢？上帝有冇聽佢哋嘅禱告呢？咁樣。